80年嚟，勞校經歷過唔少嘅風雨。當然，我哋艱苦辦起工人子弟學校，通過多次嘅籌款，一路走嚟，真係好感謝社會各界人士長期以嚟嘅支持同埋幫助。今日勞校逐步發展為創知中學、秀明小學同埋港專，呢個唔單止係名字或者係規模嘅改變，更係育人初心同社會使命嘅深化。我哋始終相信教育能夠改變命運，點亮孩子嘅希望。我更希望每一個喺勞校培養出嚟嘅學生都能夠好似向日葵一樣勇敢追夢，無畏前行，將勞校愛國愛港、自強不息嘅精神傳承下去。喺50年代，當時嘅社會嚟講咧，失學係唔少細路仔面對過好大困難。喺面對咁嘅情況，我哋勞校就開辦咗勞工子弟學校，就俾所有細路仔都有教育機會，唔會因為家庭嘅背景或者困難而失去希望。呢個唔僅係學校，更加係一個承諾，一個改變命運嘅平台。佢理念係教育平等，培育人才。我哋要記住，教育唔只係知識，更係一種社會嘅責任，讓我哋每個細路仔都能夠追夢。勞校係我人生嘅起點。當年家境唔富裕，係勞校俾我讀書嘅機會，讓我有力量喺人生嘅路上不怕風雨，走得更遠。勞校俾我明白到力量係嚟自責任同埋承擔。無論我哋走到幾遠，都要記得自己嘅根，記得為社會作出奉獻。勞校嘅故事話俾我哋知，只有彼此嘅扶持，社會先能夠真正進步。數十年嚟，勞校始終同工人階層心連心，守住為工人子弟鋪路嘅初心。不僅教俾同學們知識本領，更加將工人階層團結互助、奮發拼搏嘅精神種進佢哋嘅心，讓每一個工人子弟都有一個成長嘅機會，成為能夠撐起自己、貢獻社會嘅棟梁。勞校送俾我最珍貴嘅禮物係一條鎖匙，佢等我明白到教育能夠打開孩子嘅未來。我希望學生能夠用呢把鎖匙開啟知識嘅大門，學會責任同埋感恩。學習唔只係為自己，更加係為社會。懂得感恩嘅人先會懂得付出，比呢個世界更加溫暖。晨曦透過窗，映照出青春面容，每一次歡笑，如花風中流轉，手上的溫度，伴我闖過難關，感激有着你共我，同渡每刻，花花隨風，輕輕舞動，歲月如歌，藏在心中的夢想，花雨回響，環扣萬千回憶，感恩你共我，讓長夜不再孤單。勞校唔同嘅屬校入邊嘅校董會成員同埋教師團隊係嚟自唔同嘅專業同專長，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夠各自發揮所長，培養我哋勞校嘅新一代，再創新嘅台階。勞校創知中學最重要嘅精神係要引導學生追求學術卓越外，更加要培育師生具備家國情懷。作為校長，我嘅責任係要將呢份精神融入學校生活嘅每一個細節入邊，從課程與教學、實踐體驗到學校嘅環境氛圍，我哋永遠要守護兩件事。第一係要守護住睇得見嘅古老尊雅，第二係要守得住睇唔見嘅初心理想。透過知情意行嘅方式去推動同埋延續勞校精神，喺早會德育課之中咧，讓學生去認識學校喺唔同年代嘅堅持同埋突破，明白今日嘅一磚一瓦都係得來不易。勞校精神薪火相傳，授業明行，育才為本。
我哋咧唔單止唔會忘記前人辦學嘅艱辛，去培育德才兼備、愛國愛港嘅新一代，為勞校教育事業寫下新篇章。我最印象深刻嘅就係老嘅勞校校歌，我哋勞校好地方，教師同學係一家，勞工子弟求學難，努力用功學文化，集體學習進步快，團結互助笑哈哈。佢表現出一種好高尚而又可貴嘅精神，就係嗰種堅毅、刻苦、不斷地求上進，同埋咧係嗰種集體主義嘅精神，而且咧將家國情懷咧融喺血液裏邊。從學生到員工呢段旅程意味住傳承，唔單止係職業嘅選擇，更加係情感嘅延續。當我以老師身份行入課室，呢一次肩上多咗一份嘅責任，唔單止要傳道授業解惑，更要成為學生嘅依靠。希望同學仔咧可以喺遇到困難嘅時候咧唔好咁容易放棄，因為咧我哋只要慢慢行，唔放棄嘅話咧，其實最嬲尾都可以去到終點嘅。希望大家遇到彷徨嘅時候，可以回想喺學校同老師一直對你嘅支持同鼓勵，大家帶住呢份被鼓勵嘅力量，就可以繼續勇往直前。具前方，迎接每一道晨光，懷抱着信念，勇敢挑戰每一個明天。花瓣隨風，輕輕舞動，歲月輪轉，懷抱最好的時光。花語回響，共聚這好地方，因心裏有愛，讓薪火一再盛放。這片土地上翻開新的篇章，每一次逆境點亮成長的方向。你我的故事像花海流淌不息，初心不改，心中永存那道光。花瓣隨風，輕輕舞動，歲月如歌，和你並肩中夢闖。80年間，越過每一個難關，感激遇上你，願我倆繼續前行。老師喺訓練我做司儀嘅時候咧，見到我緊張就會慢慢叫我放鬆心情啦，然後悉心咁樣教導我一啲說話嘅技巧。我真係好多謝老師對我嘅支持。原來人嘅鼓勵同埋支持同埋陪伴係幾咁重要㗎，而學校正正就係發揮緊呢個嘅功能，佢帶領我哋一齊培育，互相去到支持、鼓勵對方，令到我哋可以逐步咁去突破自己，慢慢咁樣去成長。嚴而有愛，正因為呢4個字，老師對我哋要求就好高，正正係呢種期望，令到我明白自己更加要努力同堅持啦。我通常就會帶住呢4個字去迎接每一個新嘅挑戰。